近年流行嘅電動平衡車非常方便，但要帶出街咧始終太牙位。日本有公司研發出一款非常輕巧嘅電動平衡車，方便攜帶。東京街頭呢位年青人手上嘅平板電腦似乎有啲與別不同喎。咦，佢做咩踩上去啊？原來呢個係即將推出嘅平板型電動平衡車。成架車使用碳纖維，重2.8公斤，長闊相當於13寸平板，就好似一塊有車轆嘅平板電腦咁。設計公司甚至以最小型汽車形容佢，可以放喺手提包、儲物櫃，亦都可以隨時更新。操作亦都唔難，用家雙腳踩上車就會自動起步，之後同其他平衡車一樣，透過調整身體重心控制，重心前傾係加速，拉後就係減速，重心偏向左或者右就可以轉彎。遇上突發情況，只要一隻腳離開踏板就可以即時剎車，急轉彎、推寵物上斜坡，甚至坐喺上面都冇問題。即使喺人多車多嘅鬧市都可以操作自如。平板型電動平衡車嘅速度最高可以達到每小時16公里，相當於步行速度嘅4倍。每次充滿電之後可以運作1個鐘。研究人員希望用家可以利用佢好好享受喺城市遊歷，又可以慳返啲腳骨力。新設計舊年喺眾籌網站成功集資，當時我哋都有介紹過。今次廠方公開全貌之餘，同時公佈本月尾接受預訂，預計下年嘅9月開始出貨，售價大約1300美元，高過市面嘅平衡車。